咁啊，先睇下咧就中國隊新型嘅高3嘅2-2，台北隊做咗個戰術掩護，6尺1寸嘅。咁啊，但係中國台北因為73嘅啫，係5尺8寸到。好起到，第一時間插上一個輕扣，收正波，4個位虛攻太大力啦，好容易做個飛身就救到。重扣得唔？嗱，再望一望啊，4-5，一個係 B 式快攻，兩隊嘅比較我哋睇到就上網較為穩定咧，都係8。上網靚，叫做靚嘅一次上網啊！打得好，救得好，哇！我哋話救過去㗎啦，離網少少，咬實牙根，咁啊打咗個湯。仍然係第一局嘅賽事，13-11啊！咁啊，國家隊連續揞咗3個強波，都俾白衫嘅中華台北救起嘅。再嚟一個後排進攻，咁講喺攔網方面咧，就佔據好大嘅優勢。上海啊、江蘇啊、山東啊、浙江啊等等，哇！打咗個5-0嘅攻勢啦。咁就係呢個嘅中國隊靚。嗱，睇下呢個背飛。大斜線啊，打落去係陳曉輝開嘅一個交叉進攻，靚波個進攻啊！嗱，一個交叉進攻，咁啊，當你一局嘅下半段呢樣啦，雙方交換長區，啦，因為佢唔係高啊，但係佢係好機動、好靈活掟啊，即係冇話跑動得好犀利，自我掩護啊！佢就係前年2024年 U20亞洲錦標賽冠軍嘅 M8嘅。追埋去，咁啊打一個咧就係近身嘅快攻。開波嘅就係趙志希，咁啊前邊有施靜宇、殷小蘭同埋范博玲，咁啊打緊個邊1-2嘅。好轉直快攻，咪掩去4個位，修正。哇！呢個波又係咁，當然啦，而家就中國女排啦。亦都積極培養一啲咧，就係年青嘅托球手啊，例如好似有張子軒啦，亦都 VNL 我哋見過啦，斜線救到，正托嘅後排進攻，個波咧劈落去嘅呢個波，好修正，左手救到自由人，哇！咁啊見到國家隊嘅自由人咧救咗2個遠程嘅後排波㗎啦，哇！一個好複雜嘅戰術啊，好由肩披擊救到，唔錯，打個安全波先。再嚟咩戰術？立體進攻，哇！呢個點都可以進攻㗎。第一時間插上一個側托嘅後排進攻啊！好，有機會做戰術，比分後邊2.5，救到大斜線要過網啦，安全打擊，撈網，再嚟側托嘅後排進攻，哇！勁！咁啊！而家中華台北得分最高就係有7號嘅林書豪啦，有6分。咁而家同佢打對角喺前排嘅咧，就係打得相當好，啱攞波7號嘅林書豪。哇！我到而家攞咗有7分，20-15，一個背飛，射唔到你扣殺嘅力量啊！我哋見到嗱，特登打佢嘅撞蒙古單循環。頭2名出線4強嘅比賽，對方攔網未形成之前呢，偷半拍都落手啊！睇呢個波啦，移過去，咁啊趁你未嚟到之前，第一局咁當時咧就一個後托啦，俾阿張依起，但係佢係踩到個汗水線低咗，咁嗰度可能會推測係咁樣。好，咪見到咧就有林書豪14號嘅趙志希。救得到，想話打個背飛轉直線，好易認啊！快攻，點啊？追埋你嘅短圓網，跟住衝上嚟，打返一個咧就係小平拉，腳步好快啊！8-6，
啊！日本 V 啲嘅温以勤咧，佢話我真係正啊！呢個波，我放棄攔對方右啊！呢個係大廚手林書豪嘅，今年27歲，1米68，唔高，但係手上變化好多。9-9，哇！呢個就11個蔡有群啊！咁佢喺呢局裏邊係變咗位嘅，佢唔係打大廚手啊，咁佢打接應對角，接呢場波10-21，温以勤嘅開波。打翻個近身快攻，但係呢邊咧做個滾翻救起啊，就温以勤啊！快攻手一個滾翻救波真係靚，再嚟頭頂救波，快攻手做咗個滾翻救波，跟住呢邊係頭頂救波，因為本身嘅高度係唔夠啊，14-16，哇！而家就一個人貢獻咗有11分啊，嚟到係局尾㗎啦。再嚟一個叉燒波，呢叫做叉燒咧。呢個15號嘅温以勤咧，真係反。好，咁呢一點咧，翻去中國隊咧就要檢討一下呢個防守啊。後修正高波，哇！個助教咧就係何琪啊，昔日中國女排嘅主力托球手。快攻掩俾4號位，網上爭奪嘅直線咧得分啊，就係中華台北能夠領先嘅因素。好啦，朱贊一個後邊嘅升波，密殺波咧就係黃欽迪一個飛扣又有。到底個陣容上有咩特別大嘅變動咧？好大變動啊！咁見到咧就有佢哋5號嘅就係林良代咧就係打先發陣容嘅。哇！咁即係話大除啦。咁一個咧就係林書豪啦，就應該有啲疲倦啊，就冇用到佢。咁另外蔡有群就原本2個大廚手啦，一個轉咗位置，一個就係打唔。佢就係今年亞洲杯嘅最佳主攻手之一嚟嘅。好，所以企入少少去打。咁係一個錯對換人嚟㗎。哇！好睇到嗱，後排進攻翻去3分啊，可見範圍之內。哦，亦都係哇！呢個上手撐上唔夠力啊，危險啊！修正矮少少，一個彩虹波快。仲有呢，我哋見到15號嘅係15號嘅温以勤，去到16-10。上唔到網，做一個跑動進攻，就係15號嘅温以勤啦，救到嘅好嘢，安全過網先。好啦，睇住個咩戰術啦，又係4個攻擊手企咗喺度，重複球啊，俾翻佢打一個快攻，重力扣殺，步到位，後排進攻，哎唷，好上到網嘅靚波啊！好睇下呢個接發球啦，取勝分嚟嘅係紅衫嘅中國隊，後托位置唔係幾好啊。一個係小平拉好，咁中華台北隊咧，温以勤咧佢打出上網唔係好到位啊，修正高波救起，仲有啊下手俾後排進攻，呢邊亦都救得好靚，啱啱好後排進攻嚟啦，係啦，呢個咧就係9號嘅金可慧，咁喺攔網。